呢個世界係冇公平嘅。經歷過社會嘅毒打之後，你就會睇到人性嘅醜陋。佢哋對強者嘅極度寬容，而對弱者嘅極度刻薄。喺強者嘅身上揾優點，卻喺弱者嘅身上挑毛病。呢個骯髒又現實嘅世界裏邊，靠面食飯嘅係明星，靠天食飯嘅係農民，靠時間食飯嘅係臨時工，靠嘴去吹牛逼嘅就係專家，搏命做事嘅就係底層嘅人民。人生最好嘅導師就係親身經歷社會嘅不公、含冤受屈同埋圍觀群眾嘅冷漠。《水滸傳》話俾你知兄弟嘅情義有幾假，《紅樓夢》話俾你知上流嘅社會有幾渣，《三國演義》就係等你去領悟做人做事要順勢而為，而《西遊記》就話俾你知，就算你一個筋斗可以打到10萬8千里，做事一樣要走後門拉關係。名著之所以係名著，就因為佢講透咗人性，能講服一個人嘅從嚟都唔係道理，而係佢嘅親身經歷。